歷史話俾我哋聽，復興從來唔喺太平盛世發生。每一次聖靈嘅火燒起，都係時代最黑暗、人心最絕望嘅邊緣。2019年，我哋經歷咗動盪；2020年，瘟疫令全城停頓。但就係喺呢份沉寂入邊，神帶住我哋喺12月26號舉行史無前例嘅海陸空祈禱。好快，神將一個重要嘅信息俾咗我哋。以賽亞書60章1節，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復興嘅起點在於回家，回歸重建與神嘅關係。2021年4月1號，第二季嘅第一日，因疫情而受限制嘅宗教限聚令，政府公布喺同日放寬。當日教育中心充滿返嚟神土嘅弟兄姊妹，就連教育中心嘅正副堂以至長走廊都跪滿咗祈禱嘅生命。大復興預言跟隨聖靈嘅腳蹤而不住往前，就連教育中心30多年嘅平日神土，亦喺神嘅恩手帶領之下而施去到敬拜中心，並定名為神光第一線。自此，每日先見神後見人嘅線上線下同禱，成為點燃咗生命嘅祭壇，建立咗我哋同神嘅關係，帶我哋進入悔改、回轉、降服，好多生命由水變酒，進入復興。喺復興浪潮中，第二代主任牧師吳怡珠牧師承接託付，帶領教會步入神嘅心意。因為教會同神嘅關係復興，新一代領袖嘅興起，有冇可能喺第一次神去呼喚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嘅時候，其實佢哋已經可以做得到？你同我係有一份嘅使命，要去作回世上嘅光，所以我哋只要相信神，跟隨主，服侍主，將榮耀歸主就可以啦。就係冇一樣嘢重要得過我同神嘅關係。喺大復興嘅裏面呢，我覺得真係第一樣嘢好緊要。神叫得我哋繼續跑，即係話你未完，你可以再嚟過，再重啟，再翻去原點嗰度，原先神嘅心意嘅裏面。好多感光嘅孩子經歷呢5年，亦都成長咗。佢哋經歷到神嘅真實，聽過神嘅聲音。大復興正孕育住未來神國嘅使徒、先知、宣教士。我8歲嗰陣時係曾經做過呼召嘅，但係嗰陣時就好緊張。但係媽咪琴日同我講，牧師俾機會我呼召，感謝主，我真係好興奮，好期待，因為好想能夠見到好多人信主。Amen。所以各位新朋友，我哋嘅神真係好真實㗎。佢將一個我由一個有學習遲緩及亞氏保加症嘅小朋友改變我，讓我今日可以得獎，可以分享見證，仲可以呼召帶人信主。我真係好想將呢份福傳俾呢度嘅所有人。Amen。各位新朋友，你而家唔好諗啦，你呢刻就相信主耶穌啦。而有啲生命以信心踏入大復興，即使喺死蔭嘅幽谷中，面對癌症同絕望，生命嘅光依然喺苦難中綻放基督嘅樣式。每一個由水變酒嘅生命都係活生生嘅見證。就喺而家呢一刻，我坐住喺當中，我見到十字架喺我背後。主耶穌啊，係你托住咗我整個生命。主耶穌啊，我唔係仲係望住呢個病嘅裏面，而係我望住嘅係耶穌基督你啊。耶穌啊，你叫我點樣去做，我就點樣去做。耶穌啊，帶住我嘅生命係啊與你立約嘅，係一生為你而活嘅。主耶穌啊，帶住我嘅人生啦，多謝你聽我禱告，奉我主耶穌得聖名之祈求，Amen。我哋嘅經歷咧，喺人睇起上嚟係好難、好差嘅時間。奇妙嘅係，我哋咧同時係經歷到主俾我哋美好同豐盛嘅時間，就好似暴風中神一步一步咁帶領住我哋咁。Amen。神親自開路，成就萬人得救嘅心意，於是帶我哋用唔同嘅媒體，將主嘅工作到處宣揚，直到如今。而我哋亦會同神一齊繼續勇往直前，因為大復興第一個俾教會嘅信息就係 ASAP 得着元朗城。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馬太福音5章14節。社區中心就係神擺喺感光同社區之間嘅橋梁。呢幾年外邊嘅世界好似經歷緊埃及嘅10災一樣，瘟疫、經濟震盪、人心惶惶，但神偏偏喺呢個混亂嘅時代將感光分別出嚟。佢要喺元朗、喺錦田為呢座城市預備一個歌山地。當周圍都係黑暗嘅時候，呢度有光；當人哋感到絕望嘅時候，喺呢度佢哋會見到出口。我哋連續3年3次踏上元朗區義工選舉嘅頒獎台，由地區獎項一步一步走到全港性嘅最高榮譽。呢啲獎項係神親手嘅抬舉，佢要提升我哋嘅影響力，俾我哋喺社會上有更多嘅話語權。目的只有一個，就係要將更多有需要嘅生命帶到主嘅面前。舊年呢，我知道錦光堂呢，我哋有阿彤彤啦，同佢先生呢一個好感人嘅故事。好似黃博士咁講啦，佢哋正正就話咗俾我哋聽呢，康復中嘅朋友或者係支持康復緊嘅朋友呢，係非常緊要嘅。佢哋喺義工服務嗰個範疇，我哋見到。而今年呢，佢哋再次有一位細路女。咁佢都係有一啲學習需要，結果佢都係好成功。咁我相信你哋亦都有好多長者嘅服務啊等等。所以好似我頭先咁講啦，其實今時今日呢，義工服務唔係一嚿單獨企出嚟嘅嘢，而係要真係跨界別、唔同年齡層一齊合作，為元朗區嘅社區呢，我相信錦光堂呢一定會繼續發光發熱嘅。咁就希望錦光堂同埋民政同埋社署咧，同埋社會各界咧，都一齊繼續攜手協力，通過義工服務啊，同埋唔同嘅社區服務，繼續構建社區。就希望社區多啲人情味啦，多啲關愛。每一次派飯，每一次探訪，每一個開召嘅小組，都唔係普通嘅社會服務。對我哋嚟講，每一次都係生命嘅拯救，每一張嘅笑臉都係靈魂由黑暗進入光明嘅證據。神要擴張呢個中心，因為佢愛呢個城市。大復興喺呢個時代嘅方舟，當洪水嚟到嘅時候，我哋要帶領更多人進入呢片被保護嘅應許之地。因為喺歌山地，永遠都有神預備嘅平安。你做我嘅僕人，使雅各眾支派復興，使以色列中得保存的歸回，尚為小事。我還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以賽亞書49章6節。歌山地嘅豐盛係為咗讓更多人得福。從奉獻俾珠海堂建堂到土耳其災區。Members of the Camp Kuang Church in Yuan Long, Pastor Amanda,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visit today. We have received your good-hearted, good-spirited, kind donations to the victims of the earthquake in Turkey. That is very generous of you. We all believe in the same God, so we pray every day for the victims of this earthquake. And we also receive your prayers, your messages, your kind messages. I am the Consul General of Turkey in Hong Kong.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of you wholeheartedly for this kind donation. 從支援宏福火災到全球宣教，每一份嘅奉獻都係為咗完成主自己嘅心願。而當全世界經濟風起雲湧，神亦賜福咗弟兄姊妹，教會嘅奉獻亦增加咗%。復興係一場信心嘅行動。兩代牧者先於本地堂會分享大復興信息嘅傳承，再到英國、尼泊爾同埋洛杉磯，復興信息嘅浪潮正向列國傳開。我哋要將更多嘅錢呢，係用喺宣教裏邊，將更多人才香港做好我哋嘅份工作，然之後將我哋經驗咧係攞去外國，而家可能攞嚟尼泊爾，但係會唔會好似我都同佢哋分享，就願神嘅旨意咧去成就？但係我相信神要我哋咁樣增長咧，對你話你一萬日，唔係淨係要感光係有幾大，係教俾我哋咧係拓展神嘅國。好似我一路都同你講，即係我哋要尋找天國人嘅身份。咁當然啦。喺呢樣之前呢，我哋一定要成為一個感光人，而感光人呢係一個跳板，使我哋更認識呢個天國人。因為我哋扎根喺感光，就擁抱成個天國，呢個係個根。所以我都分享呢啲同工係我哋一手訓練出嚟嘅，佢哋有根嘅。我係訓練佢哋好似我一樣，成為耶穌嘅門徒。
咁我哋一齊行呢條天路，一齊做。我再次祝福大家。其實我同啲同工講就係我覺得我裏邊係有團火喺度燃燒緊。原本要退休嘅我，反而覺得再一次踏上一份征途。咁我相信唔係淨係我一個，我會聯同我嘅團隊同埋我哋嘅弟兄姊妹一齊走上。This church will soon become a mega church.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ll nations are coming to, flying to Hong Kong to attend the church. 我哋正站在歷史嘅轉捩點，見證預言中嘅海嘯席捲全球，世界正在崩塌，人心正在枯乾。呢個唔係一個地區性嘅挑戰，呢個係一場全球性嘅黑暗。人心喺度呼求盼望，尋求拯救。神藉着大復興5年所發生嘅，對全世界宣告大復興係盼望，係拯救。錦光教會，我哋責無旁貸，要走入命定，回應呼召，帶領萬民歸主。因為大復興第一個信息係 ASAP 得着元朗城，因為神揀選咗錦光教會，因為光要由錦田發出。要去歌聲